岛路谷小半天休闲农业的发展协会到当地文创国小来举办着无人机骹球的课程，希望会当启发着囡仔趣味，日后运用这个科技协助家乡发展产业。 小半天休闲农业区为着让无人机科技会当向下定进，特别来到六个乡文创国小办理体验活动，让囡仔操作无人机骹球来做惯，过程是将有挑战性，囡仔嘛算甲真欢喜。他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它是要讲究技巧的东西。无人机科技的分享范围真宽，发展协会总干事林建兴讲，希望透过无人机骹球的体验，让囡仔有兴趣，伫咧后期得当分享这个科技来发展家乡的产业。我们在校区一直在致力在推广这个智慧农业，可是小朋友他要从小训练的话，他对大的机子的熟悉度以及操作性可能会比较危险。那么我们就发展了这个叫无人机足球哈。期待伫咧未来透过无人机分享，和各产业更加发展。 Hello， 我是林纯佩。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